第16日，葛蘭運動。主啊，今日我哋特別為喺土耳其裏面參與葛蘭運動呢400多萬嘅人向你禱告。呢個運動嘅成員稱自己為希茲米特。希茲米特就係服務嘅意思。因着2016年嗰場嘅政變呢，導致到葛蘭運動嘅追隨者、同情者，甚至唔同政見者呢，7萬幾人遭到監禁，10幾萬嘅公務員遭到革職，好多人呢被逼流往西方，只有極少數嘅人呢能夠成為基督嘅追隨者。主啊，我哋為咗被囚禁嘅希茲米特囚犯向你呼求，求主耶穌向佢哋顯現，讓佢哋得知主你嘅大好信息，就係讓憂傷嘅心得醫治，被擄嘅得釋放，被囚嘅出監牢。葛蘭運動嘅成員希茲米特重視同其他嘅宗教對話。主啊，求你讓流亡喺外面嘅希茲米特有機會遇見主你嘅兒女，有興趣同基督徒對話，並且因此嚟認識真理。當佢哋祈求嘅時候，主你就給佢哋成就，佢哋尋找就尋見，佢哋向主叩門，主啊你就為佢哋開門。我哋都禱告祈求希茲米特能夠認識到佢哋嘅敬虔唔係建立喺政權上，又唔係建立喺佢哋所服務嘅上面達到敬虔，而係只能喺主耶穌裏面，佢哋先至能夠得以成全。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嘅名，阿門。